课程呢，你看看叫什么呢？马呢是我的姓金马是我的名字金呢之后是链条链条跟着转动之后，后边的轮子上的齿轮跟着转动，带动轮子转动那你说没有这些知识怎么办？回去把你们之前初中和高中的物理书翻出来里边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再回去看一看当然了，你说我一点也不懂不当不学电路，但是你会给你学这个传动带来一定的困难。学电力学也好，学内燃机也好，前提首先基础条件先理解这些能量动力是怎么样传输的怎么样传输的。让屋里亮让屋里这个光线适合我们学习，让屋里空气的温度降下来，适合我们学习，这就是你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你要怎么做呀？你要控制，怎么控制？合上灯的开关是吧？开空调开空调，这些就属于最简单的控制。这种控制我们叫什么呢？开环控制开环。什么叫开环控制呢？我们理解一个环的概念。环，什么就是环呢？圆环，这就是一个环这就是一个环。那这个环，如果说从头到尾形成一个是连接在一块儿的，叫闭环。如果这样呢，就叫什么？开环。那什么是开环？什么是闭环呢？什么是开环？什么是闭环呢？就是对我的控制结果，你控制了有目标，然后你有执行，你要开灯，你要开关，最后这个灯亮还是没有亮，这是你的最终控制的结果那对这个结果有没有再控制，就叫分两种情况，闭环和开环。什么叫开环？我一进屋，灯一开，我不管了，就是我一按这个开关，灯应该亮，结果亮不亮我连看都不看，走了。这就是什么控制？开环。你不管结果是啥，因为啥呀？因为你认为这个结果怎么样传感器转换成跟它相对应的数值，一对应怎么样一对应比如说我电机转速800转，我传感器输出电压8伏电机转速600转，传感器输出电压可能是6伏当然不会，可能不是这个比例，我只是举个例子那这样的话，只要看到传感器输出电压是6伏，我们就知道电机的这个电压是多少伏？600。因为它的特点呢一个是最关键的，所有的电机一定有这样一个东西，叫通风孔。我们所有的牵引电机全部采用强迫通风什么叫强迫通风这你们学汽车构造的时候老师会教你的，就是啥呀？我这电机运转的时候有专门的通风机给它吹风，这就叫强迫通风强迫通风。它自己这个电机自身不带还有，这是你学习传动控制的基础。然后呢，那你学了这些基础，后边学控制的时候，你就可以能够我控制谁为啥要这样控制，你心里就有数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最后我们
真正要求大家掌握的核心的东西、关键的东西是传动啊，还是控制？啊，是传动啊，还是控制？控制。传动是什么？基础。啊，传动只是让你理解我们这些能量、动能怎么样从电能转换成动能的，怎么样进行电能的变换的。比如说从车顶的25千伏的高压单向中频25千伏，转换成这个最后牵引电机上使用的变压变频的3相交流电，怎么样进行这个转换呢？这些呢都属于你整体把握。为啥呀？这些东西你到不了跟前儿。就是我说这个，比如说咱举例子啊，这个25千伏的从接触网上下来到机车，你只能控制它，你只能了解它，你能不能直接控制它？你能不能到跟前啊？肯定到不了。啊，电话安全规定第1条，任何人所持带电物过程呢，一定大家回去之后一定要看看那个汽车的相关资料。回头我们再来学这个再生制动电制动那另外一种制动就是刚才说的机械摩擦制动呢。目前来讲，我们一般用的是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所以叫空气制动。这个专门就是另外一个课程了。机车制动机是由一个叫殷老师最后6周来给你们上课的那他讲的那个制动机就是以空气制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最后去摩擦制动最后机械摩擦制动。那我们机车上现在呢是叫空电联合制动空电联合制动，空气制动就是空气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的机械摩擦制动。电制动，在我们和谐电力机车上，和谐电 EC、和谐电力机车，所有的和谐电力机车叫再生制动电制动。空电联合大家知道吗？就是合作一起，是吧？我们不要求大家全部掌握，因为这个太难了。那你说，那不掌握工作原理，影响不影响我操纵机车呀？不影响。影响啥呀？影响你搞检修的人，影响你将来当领导你说以后我是不是天天跑车肯定不是的跑一段时间，你说表现比较好，业务比较好与这个同事与领导沟通能力也比较强管理能力也比较出色，好当个这个主任吧，当个段长吧，当个铁道部部长吧可能你们国家还没有这个职务我们国家是主任、段长、局长，然后是部长以及往上升吧你们说实话，说点题外话，是赶上了最好的时候，因为你是相对来说，你属于你们国家铁路的第一批先行者。将来说实话，你们的机会是最好的，就是你只要能够抓住机会，你的机会会非常多就是当领导提职的机会会非常的多，但是前提是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机会靠什么？首先靠的就是你的知识，就是你的业务能力，这样就 OK 了吗？不是为什么呢？你想，就是我们的刚才提到的开环和闭环，在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个东西不太重要，或者不是直接影响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什么控制就行了？开环就 OK 了。但是现在是什么？直接事关你的人身安全。你上了车顶，结果上面还有电，怎么样？不电着你，就是不电伤你，最起码也把你吓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做要闭环。除了我们断开隔离开关，把这个电断开之后，我们还要用接地线把接触网通过接地线
可靠接地。这样，这就是一种反馈啊。我接地线接上去了，都接到地上了，有电没电了？有电也没事了，为啥呀？已经接地了，已经接地了，有电也接到地了。但是事实上，说实话，99.99999，可能有电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可能说你一辈子，或者说大家所有人可能都碰不到，但是万一所以大家要用接地线把接触网可靠接地，你才能上车里。那这就是一种安全措施更不用说要把我们车内的设备，当然也要接地车内的电气设备也要接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电容，有电感，它们都储存的有能量，有电能。空间想象能力，这个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给你一张图，你能看明白它的结构能够大致脑海里能够树立起来它的结构。但是现在比以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立体图了，不像我们学的时候全是平面图，全是画的机械图那个你全靠自己的空间想象。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都是啥呀？现在很多都是平面图，就是那种彩图，然后三维动图等等，所以大家学起来比以前会稍微简单一点更关键的是啥呀？大家注意看后边的关键词是啥呀？结构和工作原理。刚才我强调了没有？没有。刚才我强调的是名称和什么作用，没有强调结构。什么人需要对这个结构和工作原理？第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第二个，将来从事检修工作的人，这个是必备的你要干检修，你要学的东西就比较深一点也就是内容要比较多一点。第二个，具备电工基础知识，这个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就不说了然后呢，最后下面第三项，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这个主要是为了突然处理和判断来用的就是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说了一件事儿发生了那我们就要去判断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比如说 A、B、C、D， 我比如说先去判断 A， 然后去找 B 你有一个逻辑的思路这个暂时不是重要最后一项非常重要要有非常强的安全意识。什么样的安全意识？我们现在学电电什么东西？在我们小时候学电的时候，我们老师直接告诉我们，电老虎很危险老虎不能吃人电虽然不会吃人，但是它会怎么样会导致人死亡所以我们要对用电的安全常识要有概念。不管是学习过程中，还是今后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我们不熟悉，或者说它的安全操作规定我不知道，或者说没有记住，不要动手，回去学了以后再来，或者说在有经验、有能力的指导老师的指导情况下再去动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臆测，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想着应该怎么样。中午打2，一会儿就叫下2。冷的。冷的。下课了。再见。冷头个一毛八角，整个几毛八角，中东大河，个装什么？是喏，伢子打2。好。